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4月20，约书亚记8章30节到35节。迄时，约书亚伫以巴路山为上主以色列上帝起一座坛，是照上主的牧人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命令，照摩西律法的册记载的，用无经过铁器拍过的规粒石头起的。因伫迄个坛顶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予上主。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将摩西的律法抄写伫石头顶。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是本族人还是外族人，拢甲因的长老、官长以及审判官徛伫约柜的双边，面往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做祭司的。一半面对基利心山，一半面对以巴路山。约书亚照上主的牧人摩西以前所命令的，甲以色列人民祝福。然后约书亚宣读律法的册所记载拢总祝福甲咒诅的话。摩西所命令一切的话，约书亚伫以色列的全体会众、甲妇人人、囡仔。以及因中间的外族人面前，无一句无读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约书亚带领百姓逐渐占领应许之地的一个中停点。他照着摩西五经里《申命记》27章的吩咐，同时也是效法先祖亚伯拉罕的榜样，走到哪里就是为上帝筑坛献祭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摩西与上帝立约的律法刻在石头上，并宣读出来，教导所有的百姓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甚至是寄居者，都一同遵守与上帝之间的约定。基督徒在生命的关键时刻，总是会以礼拜的方式来记得与上帝之间的约定。无论是新居、升迁、转职、当兵、生日、退休等等，都可以用礼拜的方式来记得和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，并展望上帝持续对于未来的应许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，在人生的漫漫长途里，什么时候会想到要停下来一下，为上帝筑一座坛，记住上帝的带领，向上帝献祭祈祷，并立志在所行的一切事上，要遵循与上帝立下的约定，谨守上帝的命令呢？